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略作段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9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9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，是解说甲1日。为此事为师设大会斋，即嘛就要来对下面说来解说。下面就是斋日次事请师上成作，当官僚事事属用再拜，文乐弟子文和尚说法。实不可思议，今有小义元大之笔，特为解说。史曰有义即文，无当为说。即嘛就是要来说来解说这段的道理。在前面呢，就是讲有一日啦，这位为此师呢，为着慧能大师啊，就来设大会斋，也可以讲就是。布施供养、设斋供养出家人的大法会。这个斋呢，名叫做讲做节。节是什么意思呢？节日午不食，就是依照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甲咱规定的出家人的饮食法。对于这个出家人的饮食法，那是依照咱戒律讲起来。食分时甲非时，时就是讲正当会使你食饭的时阵，非时就是讲毋是食饭的时阵。什么是正时呢？就是中午以前，中午以后呢，就名叫做讲做非时，时就是可惜啦，非时呢。就是不可惜，那就是讲过午呢，就袂使你搁再用饭用菜，所以名叫做讲做节日午不食呀。即马即个为此事来设斋供养慧能大师，以及甲所有这出家众，斋日就是讲供养完了。大家拢用斋用完了，次事呢就请师上座，就是讲这位为次事啊，就礼请慧能大师呢来成座，成座就是爬起哩法座顶啦，也就是要请慧能大师来讲经说法。从这个所在可以了解，在迄当时阵，佛的弟子，也就是讲佛教徒要来请法师，或者是讲禅师讲经说法呢，拢是依照佛当其时的仪式礼貌。在佛陀时代，要来请佛讲经说法。我那是爱先请佛陀来应供，佛陀应供了呢，为着报答师之恩呢，就来对因说法。在这个所在也是同款，就是讲这位为此事，请慧能大师应供了，就由慧能大师来对因说法。安尼就是变成讲世间的财主啊。以物质来供养出家人，出家人呢，就是以法来布施给在家居士，这也是一种的回报。但是事实上，法的布施比饮食的布施啊，功德较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的功能啊，无穷无尽，所以伊的功德呢，也就是无穷无尽。即马即个为此事请慧能大师成座，
伊呢就甲遮个官僚，当官僚就是讲，甲遮个官僚同齐啦。就是讲，为出使以外，搁再有真正济，可能是在朝廷做官的遮个人。不过呢，只有咱是属于为出使的部下。以及甲士，这个士呢，会使甲当作讲就是读册人。一边这个士就是市民啦，就是讲一般的老百姓。也就是讲，有做官的，有学问家，也有一般的在家技师啦。就属用再拜，这个属就是断属，也就是讲整理伊的所穿的这衣服等等。这个用呢，就是伊的身躯，也就是讲将伊的威仪整理好。恭恭敬敬呢，搁再来向慧能大师来顶礼，安尼名号做属用再拜。讲文曰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。今有小义，愿大慈悲特为解说。文愿呢，这位为出使来请。六祖慧能大师成座了，该顶礼，顶礼了呢，就该请教。这个问就是该请问啦。讲弟子啊，听到你和尚说法呢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因为在前面为此事呢，已经有听过慧能大师讲伊的行由，以及甲讲八这道理。听到呢，实在是真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叫做讲做不可思议呢？这个不可思，就是讲无法度好用个心来去解想；不可议，就是讲无法度好用个嘴来解议论出来。安尼呢，就名叫做讲做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，这就是因为理啊真深真微妙。对这个事讲起来也是真正稀奇小有啦，袂当好用个心来甲想，袂当好用个喙来甲议论，安尼名做不可思议。维摩诘经的注解就安尼讲啦，讲这个不可思议呢有两种。第一呢，就是讲这个理啊是空，为什么叫做理空呢？就是讲所讲的呢，就是真空的妙理。那这个真空的妙理呢，毋是咱一般的凡夫众生心呢，会当来甲伊测度，会当来甲伊了解，所以就是不可思议啦。第二种就是讲真正神奇，神奇才能讲佛啦、菩萨啦、这阿罗汉，伊会实现神通。这个实现神通啊，毋是咱一般的意识分别心会当该分别讲为什么他现这个神通，无法度来去来了解。这就是不可思议。在金刚八节经文来讲，当地此经义不可思议，果不也不可思议。讲你所讲的道理啊，实在是不可思议啦。不过现之前呢，有小可的疑问。小可疑问就是表示讲，毋是真大，也毋是真济。讲愿大慈悲特为解说，这个愿就是愿望，就是讲愿望大慈大悲啊，特别呢来对我来解说。意思就是讲，愿望你慧能大师会当好特别啦来。对我来解说，来互阮呢，会当好消除内心的怀疑。在前面啊，慧能大师本身也安尼讲，讲不能必有疑，凡是有疑问，就是爱甲解说咯，毋通互有怀疑。所以下面史曰有疑这本五动为说。
这个师当然就是个指慧能大师啦。师啊，就是讲慧能大师呢，就该回答就安尼讲啦，讲有疑则问，讲只要啊，你若是有怀疑呢，你就提起来问，毋免客气。我当为说，讲我呢会来对你啊来解说，这就是头一段疑问品的头一段，就是将要来解说这种种的疑问的缘由啊，来给说明出来。这个缘由就是为此事来设在供养慧能大师甲这的大众，然后呢，才请伊讲经说法。下面为讲话，何相所说，可不是达摩大师总记号。书话是讲话弟子问达摩初化良母的，地问言定一生，做事道正，报事实在有何功德？达摩言实无功德，弟子未达处理，愿何相为说？书话是无功德，不义先生之言。母弟心下不敌正法，做事道正，报事实在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法实中，功德在法性中，不在修福。这是这位为此事来请教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该回答的一段话，也就是啊，伫咧说明达摩祖师讲无功德迄段意义。为讲话，这个为讲呢，就是在指这个为此事啦。那对一个人的尊称呢，拢用这个讲语，这是咱古早的人的礼貌啊。对人尊称用这个讲。这个为此事就问啦，讲你回想所讲的道理啊，可不是达摩大师总之好？这个可不是呢，就是讲是不是？讲你所讲的岂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呢？也就是讲你所讲的道理，是不是根据达摩大师所讲的呢？这个宗旨者就是正确的意志的意思，所以叫做讲做宗旨呢，就是讲有一个目的的所在。达摩祖师伊的宗旨呢，当然就是属于顿教的想法。伫遮伫咧讲，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。也就是讲，你所讲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达摩祖师的道理呢？书或是书呢，就是在指这个慧能大师啊。慧能大师讲是啊，讲我所讲的就是属于达摩大师的宗旨啊。讲话弟子问达摩初化良母德。这个讲就是在指为此事啦。这个为此事呢，就搁再对慧能大师安尼讲啦。讲我弟子呢有听安尼讲，听安怎讲呢？讲这个达摩初化良母德，就是讲达摩祖师来到咱中国，最初呢来教化这个良母德。达摩祖师。达摩名号做菩提达摩，菩提达摩这是在印度传法属于第28代祖，也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了。那论起伊的出身呢，伊是南印度香子国王的第三囝，伊是国王的囝。
伊呢亲近八戒多罗尊者呢有40多年，以后啊就来继承伊的法，在印度教化众生60几年。安尼咱就可以了解讲，这位达摩祖师到底是几岁？事实上呢，到底达摩祖师是几岁，无人知，因为呢，可能伊无讲出来。尤其是伊是一个印度来，所以呢，你要甲伊追究讲，到底是啥物年过生啊，就真歹追究。呀，以后啊，伊就坐船。经过3年的中间呐，到甲梁朝普通元年，就是纪元520年的9月21日啦，到甲迄个广州的南海郡。但是根据《传定录》第3安尼直直讲，在《传定录》第3就是达摩祖师的记载达摩祖师来咱中国叫做达摩宗。伊来广州迄个所在啊，有一个处士名做萧公。这个萧公呢，就是以礼啊来去甲伊迎接。可能这位萧公啊，是一个佛教徒的款啊。甲伊迎接了后呢，就来召禀梁武帝。就是讲来报告梁武帝啦。梁武帝呢看到伊所走，因为这位梁武帝也是一个真正虔诚佛教徒，所以呢就派一个人去甲迎接。去甲迎接呢，就在迄年的10月7日，迄年的10月7日，到甲迄个金陵。就是到甲南京意思，到甲南京呢，伊就甲梁武帝有问答，佛法的问答。这个佛法问答结果呢，梁武帝未当了解达摩祖师所讲的话，不得已呢，达摩祖师呢就离开了南方的梁朝，到甲北方的魏。去甲香山的少林寺，在遐面壁9年，然后呢，就自这个法来传予慧可大师。就在永安元年，也就是纪元528年的10月7日完结了。这就是达摩祖师来咱中国的一段因缘。伊甲的问答。甲这个梁武帝问答就是讲这个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了呢，就先甲伊请问，讲我呢上位以来来启示啦、写经啦，来度出家人，可以讲是非常的济。到底是毋是有功德？有啥物款的功德？迄当时阵，达摩祖师甲伊讲无功德啦。梁武帝奇怪想，谁人讲无功德呢？迄当时阵，达摩祖师就甲伊讲你的启示啦、写经典啦、度出家人等等这只是一个人天的小果，这是有漏之因就敢若讲迄个影随着迄个形，虽然有呢，毋是实在。迄当时阵，梁武帝甲问啦，梁武帝甲问，讲若咧讲起来，到底啥物是真实的功德达摩祖师甲伊讲正地妙缘，铁柱空寂。讲即款的功德呢，毋是在世间法中去求的。所以达摩祖师所讲的功德，甲这位梁武帝所问的功德呢，是完全不同。咱在这个所在要先来甲伊了解，为什么梁武帝一个甲达摩祖师见面就该问这个话呢？
伫这个所在，这位为处事伊所未了解，就是无功德这个问题。所以才讲做我弟子有听到，达摩祖师最初来教化梁武帝迄个时阵，梁武帝甲问讲：人一生做事度精，布施实在有何功德？这位梁武帝姓萧，名叫做晏，萧晏。伊个字号叫做叔达。相传呢，就是汉朝萧何的第25代孙。伊在位48年，就是讲做皇帝做48年，在太清3年，也就是纪元的549年5月，伊86岁的岁寿离开世间。在位中互人甲伊称呼讲做是佛心天子，也可以讲就是伊最顶虔诚的一个皇帝，对佛教最虔诚的皇帝。伊不但是讲归佛教，而且呢起真正侪诗，提倡写真正侪经典，都真正侪出家人。伊亲身的研究佛法，亲身披袈裟来讲放光不济经、甲涅槃经等等。所以这位梁武帝可以讲是对佛法的拥护呢。那有人甲讲起来，一定是功德真大。这个梁武帝伊自己先问达摩祖师。咱来甲伊推想伊的心理应该就是讲，你看我做一个皇帝，哇！我对佛教做遮尔济工课，我功德真大。目的就是要互这个达摩祖师来甲伊称赞讲是梁武帝你的功德足大。但是达摩祖师呢，不但是无甲伊称赞，佫甲伊讲你这无功德。那即款的话若是咱现主是出家人呢，我相信无人敢安尼讲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方是一个皇帝，对方是一个皇帝，伊肯信仰佛教，拥护佛法。你拄着一定是真正甲伊称赞讲，哎呀，你功德无量你去遮尔济师道，遮尔济出家人布施实在，哎呀，你的功德真大。那咱现主是人，一定是安尼去甲伊称赞。但是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讲：我一生建造真正一事，道经就是讲道真正一出家人，佮再来布施，佮再来实在，安尼有啥物款的功德无？达摩祖师确实该讲做实实在在呢，是无功德。在传定录内底呢，有这段的记载，伊讲无功德。那迄当时阵，这个达摩梁武帝当然是问伊咯，讲为什么他无功德达摩祖师就甲伊讲，你这只是一个人天小过有漏之因这哪里是啥物款的功德呢？迄当阵梁武帝甲伊问讲，哪里啥物款才是实在功德达摩祖师就甲伊讲，净智妙愿铁柱功德这款的功德呢，毋是在世间法中去甲伊记忆。所以这个达摩祖师甲梁武帝这款的问答，会当了解这两个人的不同的心境。梁武帝虽然是讲对佛法非常的虔诚是无对，但是呢，伊原来要个是在凡夫心中，这个凡夫心凡是所做的一项代志，都是要求功德，要求名声，要求人家称赞。但一般的凡夫应该都是如此。
这位达摩祖师只是一个圣僧，一个圣僧呢，伊绝对啊无容易随俗。我拄则讲了，若是讲咱现主是出家人呢，那即马就甲伊讲啊，梁武帝啊，你这个无功德，咱莫讲是梁武帝啦，莫讲是皇帝，就是讲是一个做官的，或者是省主席啦，或者是一个县长之类啦，伊在官厅较有地位的，你嘛毋敢即马就甲泼冷水啊，讲啊，你这无功德，你绝对毋敢安尼讲，一定会甲伊称赞讲啊，你功德真大啊，你这是我安怎对我安怎，一定是安尼甲伊讲才对。但是呢，达摩祖师不同，达摩祖师是一个圣僧，所以伊问伊讲，我一生做事度众、布施摄灾，有啥物款的功德啊无？迄当时阵，达摩祖师呢就真无客气甲伊讲，实无功德。那为什么是实无功德呢？对于这个道理呀，为处事无了解，所以呢，就要来请教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，就是对功德这两字来做一个详细说明。这段道理啊，当然那是非常的重要。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